十一，我觉得我最近太任性了。我仗着自己可以活得很久，我就觉得那些想活着人的心愿特别可笑。我就想，这世界有那么好吗？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你遇见了你想多看一眼的人，有了想抓住的事儿，你就会变得特别担心，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多活那么一会儿，哪怕是一会儿。雪姬，我一直在。十一，我最近常常有一种特别侥幸的想法，我就在想啊，你说有的人能活60岁，但是有的人能活80岁呢？也许雨涵死了，也许我明天就死了，但是也许我可以再活几十年呢。十一，我有一点后悔了。你说我怎么不去信个神呢？我去信个神，或者信个菩萨，我去给他们磕头，他们会不会帮帮我呢？雪姬，我会一直在，只要你想我了，我就一直在。嗯。十一，我害怕，我不想死。十一，我困了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有一只活了100万次的猫，这只猫死了100万次，又活了100万次。是一只漂亮的虎斑猫，有100万个人宠爱过这只猫，有100万个人在这只猫死的时候哭了，可是猫连一次都没有哭过。有一回，猫是国王的猫，猫讨厌什么国王？国王爱打仗，总是发动战争。打仗时，
国王会把猫装在漂亮的篮子里带在身边。有一天，猫被一支飞来的箭射死了。正打着仗，国王却抱着猫哭了起来。国王仗也不打了，回到王宫，把猫埋到了王宫的院子里。有一回，猫是水手的猫，猫讨厌什么水手。水手带着猫走遍了全世界的大海和全世界的码头。有一天，猫从船上掉下来，因为猫不会游泳，水手连忙用网把猫捞上来，可猫还是淹死了。水手抱着一块像湿抹布似的猫，大声白猫和小猫们胜过喜欢自己。小猫们长大了，一个一个走掉了，它们都变成了漂亮的野猫了。白猫慢慢的老了。有一天，白猫静静地倒在猫的怀里，一动也不动。猫抱着白猫，流下了大滴大滴的眼泪，头一次哭了，从晚上哭到早上，又从早上哭到晚上，哭啊哭。猫哭了有100万次。一天中午，猫的哭声突然停止了，猫静静的，一动也不动的躺在了白猫身边。猫再也没有活过了。
在公司的花名册上看到你的地址，想过来看看你住的地方。没想到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晚上打球的习惯还是没变呢。好的习惯为什么要改啊？春山，其实我找了你很久，朋友们都失去了你的联系，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不过现在看到你能回来，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对不起，之前因为太年轻了，所以才会犹豫，才会摇摆，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让你不开心，跟你吵架。现在想想，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你让着我，我都没有理解你，对不起。你没必要说对不起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，我也不想抹掉那段记忆。时间总会过，人最重要的是往前看吧。春山，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没有了，我并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报复，只是我不怀念过去，我也不爱你了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，啊，见过吧？谢谢你的水，走了。回来啦。嗯。你们刚刚聊什么呢？哎呀，说喜欢你嘛。什么？走了。学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嗯，出去了吗？哎呀，没看见他在客厅吃零食，我都不习惯了。啊，上楼吧。走吧。哎，我们带玉米了吗？我晚上想吃烤玉米。哟，去哪里啊你们？啊，现在都不找我。海底单身啊？哎呀，不是怕你忙吗？不忙。嗨，你让开点，我坐中间。喂，没位置了，喂。有。出发 Go go go！ 出发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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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Oh baby, tell me what can I do? My heart is burning. Wanna be close to you. Take my hand till the end. For you, I will never surrender. 那边。哎呀，要不咱们玩游戏吧？啊不，还要为什么？你敢跟雪姬玩吗？从古代到现在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。你这叫以卵击石。嘿呦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你第一次说对成语啊？我又没说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玩知识竞答，你们上次什么样，我又不是没见。我知道了，打牌好不好？我最近啊新学会了打牌，好好玩啊！我觉得我之前一起那白火了，真的。不要，我很穷的。就真心话大冒险吧。好，行吧，黑白配吧，来。黑白配。雪姬，你，雪姬，第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？1000年前。好女人。黑白配。啊，雪姬。怎么又是我啊？有过
几次感情经历？一段，还结婚了。啊，离异少妇，少妇。嘿，白配。这句话，大冒险。好吧，大冒险和在场的任意一位嘴对嘴吃饼干，我是不会和你吃的。我也不会。我来。天上那么多星星，也不知道救我的来自哪一颗。当初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救的我？一个人待那么久，很难熬吧？是挺久了。其实，在这个世上活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最善变的其实是人类。树木一直长在那里，河流有时干涸，有时流淌，但人的一生，有时勇敢，有时天真，有时虚伪，有时懦弱。有时候你觉得毫无希望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你有希望可以爱到世界的尽头。我就是靠着这个希望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。不过我觉得很值得，就算是为了此时此刻，都是值得的。以后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等那么久。11，这里好美啊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了。那就不要离开，一直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前天晚上，刘玉涵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因为死得非常蹊跷，所以法医进行了尸检。结果是，他的外表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但是，全部器官都已衰竭，就像是80岁老人的状态。有结论吗？从器官来看，是正常的衰老致死。
给牛奶。雪姬呢？啊？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呢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刚刚出来喝水，就没回去过啊？啊？雪姬不见了，我去找一下。啊？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？你别过来！什么？我说你别过来！我们结束吧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怎么突然这样？啊？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？我就是这种随心所欲的人。再说了，我的生活，我的选择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以前的世界里没有你，以后也不需要。我的过度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忆。哎，雪姬，你干嘛去了？刚刚十一去找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车钥匙在哪儿啊？你要开车啊？嗯。我先开车走了，你们自己叫司机来接吧。为什么？哎，雪姬。喂，医生是吗？哦，之前陶德帮我约的那个体检，现在可以做吗？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检查出来我身体有什么异样的话，以现在科技发达的程度，可以治吗？视情况而定，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学姐，我回来了。害得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突然间怎么了？雪姬呢？可能睡了吧。
需要我的帮忙吗？如果是我有办法的，我一定帮你解决；如果是我办不到的，我也会帮你想办法的。救救我！我听陶德说了，一切都会没事的，相信我。我不该说那些话的。什么话？我不该说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地狱。我不该说什么潇洒的去死这种话。玉哲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不想死，一点都不想死。我想活着。我活了那么久，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爱人和朋友，我不想这一切就这样结束。告诉顾时一了吗？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呢？时一，我会帮你告诉他们的。你还是别告诉他了吧。不是说了吗？在那个人身边，他就可以给你希望。那就留在他身边吧，让他给你希望。我曾经也希望我是那个人，不过我知道我做再多也抵不过那一切你。我说的心甘情愿，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，不应该由你一个人全部承担。雪琪，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，而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。你们两个现在是一样的。怎么办啊？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说一下。刚才电话说的是真的吗？雪姬在哪儿？我要见她，现在就要。他在体检，好的时候我会跟你说的。
雪姬，快下来过节了！我们把圣诞树装好了。还有，雪姬，大家都在等你呢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楼下有个圣诞老人站了很久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商家做的活动呢。你快去看看吧。嗨，哦，嘿，呵。是不能出来的。雪姬，圣诞节快乐！圣诞快乐，11。我们大家都互送完礼物啦。雪姬，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写了一封信哦。那我念了。别念了，矫不矫情？算了，你让雪姬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现在还不困，想给你们多待一会儿。念吧。雪姬，我以前一直在想，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烦恼吗？真正开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不对那样的生活抱有期望，我不觉得那是我可以拥有的东西。可是我遇到了你。请问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？管家？跟有缘的人一起生活也挺好的。车祸也算有缘人吗？你给我一个真正的家，你
成为了比我家人还关心我的人。你永远告诉我，要坚强，要自信，要追求想要的。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出现过奇迹，直到我遇到了你。雪姬，你想吃什么？你以后想去哪儿？你都告诉我吧，我去学做那些好吃的做给你吃。不要再吃泡面。念不下去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好。李雪姬，怎么形容这个人呢？说漂亮吧，也不漂亮；哭起来很丑。说身材好吧，还有点胖，因为老吃零食。说有文化吧，全是靠自己实践积累，猛混过关。但是李雪姬是个特别善良的人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。他喜欢各种玩偶。他活了那么久，还是那么天真。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感谢的人。也是我最想看到幸福的人。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普通人一样跟喜欢的人说说笑笑，一起老去。我就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的，没有烦恼，吃想吃的零食，尽情的笑和哭，过马路也要牵着手，那样过，那是我最想看到的。我愿意用我现在所有的来换这个愿望。干嘛呀？大过节的，气氛搞这么伤感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念了，回去我自己看吧。
我觉得我最近太任性了，我仗着自己可以活得很久，我就觉得那些想活着人的心愿特别可笑。我就想，这世界有那么好吗？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你遇见了你想多看一眼的人，有了想抓住的事儿，你就会变得特别担心，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多活那么一会儿，哪怕是一会儿。雪姬，我一直在。十一，我最近常常有一种特别侥幸的想法，我就在想啊，你说有的人能活60岁，但是有的人能活80岁呢？也许雨涵死了，也许我明天就死了，但是也许我可以再活几十年呢。十一，我有一点后悔了。你说我怎么不去信个神呢？我去信个神，或者信个菩萨，我去给他们磕头，他们会不会帮帮我呢？雪姬，我会一直在，只要你想我了，我就一直在。嗯。十一，我害怕，我不想死。十一，我困了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有一只活了100万次的猫，这只猫死了100万次，又活了100万次。是一只漂亮的虎斑猫，有100万个人宠爱过这只猫，有100万个人在这只猫死的时候哭了，可是猫连一次都没有哭过。有一回，猫是国王的猫，猫讨厌什么国王？国王爱打仗，总是发动战争。打仗时，国王会把猫装在漂亮的篮子里带在身边。有一天，
猫被一支飞来的箭射死了。正打着仗，国王却抱着猫哭了起来。国王仗也不打了，回到王宫，把猫埋到了王宫的院子里。有一回，猫是水手的猫，猫讨厌什么水手。水手带着猫走遍了全世界的大海和全世界的码头。有一天，猫从船上掉下来，因为猫不会游泳，水手连忙用网把猫捞上来，可猫还是淹死了。水手抱着一块像湿抹布似的猫，